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1月初9。马太福音28章11节到15节。遐个妇人离开的时，有一寡高守望的卫兵入去城内，将所发生的代志拢甲祭司长报告。祭司长甲长老组织参详了后，摕真济银两互遐个兵，讲：恁着安尼讲，伊的门童暗时来，伫阮咧困的时，将伊的身尸偷摕去。万一总督听到即个代志，愿会去甲恁安答，保恁无代志。卫兵就摕这个银两，照因所吩咐的去行。这个代志到今仔日，还伫犹太人的中间在流传。伫马太福音中间记载耶稣国外的情景，当遐个守坟墓的卫兵将这代志甲祭司长讲的时，因为着暗藏，摕银两互这个兵，并且爱因讲白贼，讲是学生将耶稣偷摕去。伫这过程中间，也将这个流言流传伫迄个时阵。到伫今仔日，其实有真济时阵，人嘛用虚假的话伫遐咧传。伫咱的信仰中间，咱是毋是有确信咱的主已经过我，无伫遐传遐虚假的话，或许过我的快乐，通进入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。愿主帮助咱，遵探伊的旨意来行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